古時候公認嘅廣州地標喺邊度呢？相信就係六榕寺同花塔啦。喺六榕寺三門兩側有一對對聯：一塔有碑劉博士，六榕無樹記東坡。大家知唔知道對聯中嘅博士同東坡係指邊兩位呢？上聯一塔有碑劉博士記載嘅係初唐四傑之一嘅王勃為六榕寺寫下嘅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喺唐上元2年，王勃南下途經廣州，受邀前往六榕寺遊覽。下聯六榕無樹記東坡記載嘅係蘇軾曾遊覽六榕寺。宋元符3年，蘇軾被貶海南之後，奉詔北歸，途經廣州，慕名前往此處一遊。當時嘅住持杜松十分欣賞蘇軾，於是就向佢求寶。蘇東坡見寺內有老榕樹6株，於是就題書六榕二字，所以後人就稱呢一度為六榕寺啦。六榕寺始建於梁大同3年，初名係寶莊嚴寺，亦曾經改名為淨慧寺。佢今已經有1400幾年嘅歷史。而六榕寺裏邊最具標誌性嘅建築物就係六榕寺塔，廣州人習慣叫佢做花塔。當初係供奉從海外迎回嘅佛舍利，所以初期又被稱為寶莊嚴寺舍利塔。其後佢歷經風雨，幾經摧毀。宋朝時期重建後，因塔內佛龕，供奉有千佛像同500羅漢，於是又被稱為千佛塔。六榕寺塔一直都係廣州地區重要嘅地標性建築。清朝時期一口通商，世界各國商人齊聚廣州，佢哋對高聳入雲嘅六榕寺花塔印象深刻，紛紛前來留影同留畫，又將六榕寺花塔嘅影像做成明信片寄回家鄉。一時間，六榕寺花塔更一度成為廣州嘅象徵同代表。據聞六榕寺同光塔寺並稱係廣州求姻緣最靈驗嘅寺廟。一齊嚟呢度許個願，祈福新一年家人身體健康，吉祥安康。